咱继续来读1654年4月初3拜五，早起甲规工拢是晴朗舒适的好天吼。约落伫个暗时8点钟，长官阁下和陪同伊的人转来到台湾。因昨开电话去嘛，伫个车间楼这边吼，普罗宾西啊吼。今仔日有3只航船出航前往希腊，载143人，载有21500斤鹿仔肉、7725斤咸鱼、350斤虾仔、200斤蚵仔、3750斤糖水、84斤鹿仔脚、360稻米。4月初4拜六，还是好天气。阮对希腊人大官国姓爷收到一张批，内容即间有称颂和即个甲长官阁下请安的话，按照批里表达的字句啦吼，是安尼意思啦吼。并且还表示讲，伊殿下对伫即个希腊生理人伫遮受到良好的对待甲安排的即个欢喜，因此伊搁再一次承诺对答应要和公司坚定不渝的友谊吼，并且讲伊殿下真欢喜来收到长官阁下以前所寄去予伊的批甲礼物，对此伊表达最高的谢意，同时也寄来另外一张国姓爷写的，或者是以伊的名义所写的批，是寄予希腊人头家，就是翻译员何斌的吼。伫即张批里，伊殿下请求何斌来往阮劝说，互迄个伊早去希腊治疗因老爸的迄个医生吼，就是目前伫巴达维亚城堡里的主治医生 Philips Helemans 吼，去伊遐一段时间吼，因为因需要伊的治疗。如果这应该是因为伊老爸啦吼，伊安尼写，伊应该是伊老爸需要伊的治疗。如果该医生无伫此地吼，就请互另外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去伊遐，承诺讲袂甲伊留真久，爱留偌久，拢会按照该医生家己的意愿，并且会确实该送回到遮。第二注脚就是迄个拄则迄个医生的吼 ，Philips Helemans 是1648年正月伫迄热兰亚城堡担任主治医生，同时担任高利事务所所长，甲教会议会的长老。1654年去巴达维亚，伫遐担任该城堡的主治医师。后壁括号写案，这可能是编辑还是翻译的人写吼，讲田志良伫个1646年已经被掠去北京，应该是讲软禁伫北京啦吼。1646年哦，即嘛已经54年啊吼，已经拢经过对8年啊吼，哇，一久啊啦，时间过遮紧吼。医生叫做 Philips Helemans， 伫台湾的时间应该是比1648年提早数年吼。但是头前是写讲1648年正月伫热兰亚城堡担任主治医生了吼，所以后壁这个又讲应该是比这个早出来啊吼。4月初5，礼拜日，国外节，天气还好，透北风敬拜上帝日子。4月初6拜一，天气如同昨昏，整个上午透南风，但是下晡
找一阵仔西风了后，就又搁开始透北风。4月初7拜二，真晴朗又搁温暖舒适的好天，有微风对南方吹来。下晡伫福尔摩沙议会呢来讨论讲决议下列的事项，应迄寡私人人头家要求，将会对公司的出纳来提出$1000借互因去支付迄寡。就是甲普罗宾士啊、新城堡后壁迄个悬地甲产品哦，即个产啊，产是要怎讲呢？当然台语是袂讲产啊吼，我先查即个汉字，即个汉字应该就是读做产吧。就是读做产即边有即个有平汉字平读汉字平产就是写口边写边即就是台语口语较会安尼讲啦即产是文言词啦挂炭草的意思嘛是产炭草当然我自细汉听过但是产我就毋捌听过，所以我就讲这是文言字啦伫日常生活中用袂着。但是伊的家己顶个汉字规则啥物写啦写互边口边拄则讲即个甲迄悬地写边口边拢会使拢会使安尼讲伊讲炭草嘛是叫做产啥物叫炭草呢？炭草我袂晓规则，但是我知影迄个动作就是摕枝头甲迄个草安尼拖甲拖掉安尼啦毋是骨咯你毋通当是枝头，毋是用骨的是拖安尼甲拖掉安尼炭草THOANN 第三声，来炭但是台语大词典无收炭草，即个炭字我查毋对去。伊是炭草，伊是第二声我虽然听是第三声，所以头前变调变第二声，伊是伊就是写第二声炭草好，来炭草即个炭字炭字台语大词典嘛有规则就是我古早即个炭字，汉字就写做产，即个产所以就是用即个混托用混托的汉字混即个炭字规则叫做第用枝头除草第二拆开纤维等等所以第一个句就是炭草炭草，第二个是拆开纤维等等炭粉，即我都毋捌听过炭粉炭肉脯，迄是炭肉脯但是写汉字我是又是肉脯，可能是我看觅肉脯对，是肉脯我即马看日文版写迄个汉字读做肉脯对。炭肉脯是猪肉的天妇火锅丝，天妇是啥？天妇我查一下天妇，你说天妇。汉字你若用即个华语读叫做田夫，
夫是麦夫伊的夫啦吼，就是田夫，田夫是 fish floss， 或者是 finely shredded and seasoned fish， 鱼干就对啦，但是已经拆做一条一条安尼吼 ，shredded 嘛吼，生过哦，毋是，歹势，毋是鱼干是生过吼 ，seasoned fish。season 是生吧？我查一下英文词典哦。season， You can also use season to mean period of the year or time when the sport is played. As a verb, it means add flavor. Add flavor. 我直接看，season。调味叫做 season 吼，加什么味就对了吼 ，season。哦 ，OK， 调味个 season 好，啊，所以就是拄则讲迄个田母，或者是有拆做一条一条的肉，啊有加味啦吼，调味过，然后就生过嘛，一般是讲生啦吼。啊，为什么讲对遮啦？因为即只讲不但哦，田母哦，火锅丝吼，就是甲猪肉拆做一条一条啦吼。个三肉腐吼，三分草应该是就是甲粉草拆开嘛吼。好啦，这我因为我捌学过，我捌听过，伫今仔日着斟酌啊看者吼。但是我听过的是这个团草吼，团草。用猪头去除草，除是写迄个除草、锄头迄个锄吼，猪头伊嘛写锄头，就是即字读两音啦吼，猪头甲除草吼，除草。好，团草。另外我要查即字，哦，毋免查，因为迄是散字，伊就是用来混用即个碳字吼。好。所以，咱转来第二只吼，讲应迄寡先仔头家的要求，会对公司出纳遐摕1200的借互因去支付迄寡，甲迄个普罗宾西亚新城堡后壁迄个原地、甲下边、甲口边的即个工人吼，先仔工人吼，去要纳薪水互因就对啦吼，工钱要互因吼，互因去发吼。应郭姓爷做军，互翻译员何斌来批的请求，如顶头本国个4号已经提起过，安尼将会派一个民接吼，民接又搁有经验，民接啦，哇，这字是到底是我查过几啊遍哦，关键音又搁袂记。接就是接运吼，接运所以是接就对了吼，接吼，第8声吼。讲最将会派一个民接吼，民接又搁有经验的医生，伫咧伊家己的意愿之下，会炸一寡药品，伫咧做军吼，坐篷船去伊殿下遐吼。并且由处地4个先仔人头家做保证伊的安全甲顺利转来遮吼。因为现在是对处地等下吼，做保证安全转来遮有一个哦，这是偏好。因为现在是对处地运送年度的物件去充分补给避难的适当的时间，
4个吼，所以决定要将个伫最近要用一只租用的一个驳船吼，载迄寡物件去遐。主管迄个地区的士官也要坐迄只船对遮去遐吼。共款，现在嘛是按照历年的习惯，要运送补给品去淡水的适当的时间，所以也决定将会尽可能来准备，并且要尽量较紧来派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开动2只租用的篷船来航往遐吼淡水啦吼。迄边提出总金额6000的需求，但是因为阮无现款，除了伫遮也袂当欠少的银锭以外，已经无现款，所以决定要运送30拉斯顿的米去供应因的需求。即寡米因伫迄边会当原价来出卖，所得的金钱应该会当应付迄边的需要。除此以外，其他所有需求拢会尽量可能来全部供应，甚至会对800包增加到1000包的薰草。迄2个城堡爱家己消费的100担盐吼，以及要用来和原住民交易的60担日本的铁，60担日本的铁也拢要载去互因。自由市民Nicholas Vermeer 用书面请求讲，伊愿意用伊家己的船和新仔人共款的方式，伫淡水和归人交易，因为伊不得载米去遐交易，是啥物意思啊？伊袂当载米去遐交易，还是安怎？不得载米吼，不得运米啊，这毋知啥物意思。好，来即个自由市民，咱来看下对主卡的了解吼。Nicholas Vermeer 自由市民，1654年8月22号吼，福尔摩沙议会批准伊像1653年安尼去淡水归人吼3条社。和Saint Lawrence 就是苏俄啦吼，来交易啦吼。1655年11月16号，伊坐家己的篷船出发去巴达维亚，同时伊的另外一只篷船也出发去马拉加交易吼。交易我拄则读交易吼，copy， 大理大书店汉字交易，交易歹势交易吼，看到交易吼，第8声交易吼，但是两个鬼数无啥共意思吼，咱来看吼，交易是点头顶顶真热烈，叫做交易吼，交易来市吼，我看下日文版我写汉字我是毋知要读安怎读，我看无。交易店などにぎはふ哟，还是にぎわふ？にぎはふ，或者是韩家思路，韩家思路繁昌吼，一个汉字吼，缓冲吼，韩家思路，年纪死吼。真热烈啦吼，真无用滚啦吼。交易离吼，交易离市吼。下对鬼说写讲千客万来，就是日语啦吼。千客万来吼，叫做就是交易离市吼，就是日语的千客万来吼。商卖繁昌，歹势是日语啦吼。下摆韩交思路吼，生意诚好吼。毋是应该讲交易就是热烈滚滚啦吼。即个商场热烈滚滚，市草就好啊。那市面诚热烈啦吼。第二个例句，我先看一下。即个姓王爱叫做较交易买肉，啥物讲生意热烈滚滚吼，较交易买肉。
我来看日文版，因为看无啦吼。较高野马肉，把肉よりも半价する。这什么意思啊？马肉伫日语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马肉。horse meat， 敢若马肉尔，无别项意思吼。所以较高野马肉什么意思？我真正看无吼。讲比马肉搁较反呛啦吼，非常的反呛吼。非常に反价する，非常的反呛。交易吼，这是交易。交易呢是文言词，就是买吼，就是咱即马咱当做伊是白话词理用啦吼。其实交易绝对是文言词啦吼。你平常时白话讲法是就是买嘛吼，袂讲交易吼。请讲。但是头一个它是 KA。加野啦吼，歹势啦，我有注意看着吼，加野咧，歹势。芭比，多谢你甲我提醒吼。加野吼。加野嘿，加野吼，第一声嘛加，啊，读变调，第七声加。一七三加野对加嘛吼，第七声加野。加野二七。较加野马肉，我拄则拢谈得去吼，歹势吼，因为我就是一个是加野，嘿加野，啊，一个是交易，对交易，嘿，加野即个词其实我最近才伫我袂记是伫倒位看到有人小解即个词啦，但是我无看过尔，无注意甲看讲。无记起来啦，所以我袂记伊即头前迄个音无共。我敢若会记得伊后壁迄个音是读做野，所以我拄则为虾物读诶时阵读做交野是，因为我最近才看到即个词，但是我无注意到伊是加野吼，而且意思无共吼。好来，咱转来日志继续读吼。即个自市民Nicholas Vermeer 用书面请求讲，伊愿意用伊家己诶船和其他人共款诶方式，伫咧淡水甲过人交易吼，咱遮爱读交易吼。因为伊袂应该是讲伊可能袂当载米去遐交易啦，所以希望讲会当吼。有一个 Vermeer 的农奴吼，伊的农奴应该就是伊请的工人啦吼，迄个农民啦吼，以前因为犯错被赶逐出农村，不过伊伫遐遇见伊伫咧遐看见伊，伫遐是啥？伫咧淡水遐哟。即个遐那里，毋知是你讲倒位吼？因为出伫人民，搁再一厝来接纳即个农民，不过只敢若一厝尔吼，即一摆。佛罗摩萨的春夏湖边啦吼。碧湖啦吼，渔场顶顶的年度发白大会将会按照即个惯例吼，垃圾罐加以数点修改，就是修改一下吼，伫咧本稿个最后一工，伫咧处队公司的庭院来举行吼。伊是写庭院啦，我即个院呢从来捌甲注意甲查过吼。院就是苗咧园里迄个苑里啦，但是我无确定即个是毋是读苑吼。即个会使读苑吼，园里嘛吼，苑吼。啊，庭院，所以我袂当读庭院吼，那照即汉尔读做庭院庭院吼，那读院是人字姓吼，庭院或者是啊郁，伊嘛当读郁吼，郁就是郁字的意思啦吼，
就是物质的意思，就是物吼。所以，即个甘尼电影即个汉字吼，原理即个万字吼，做物质的物字吼。所以你若物质，你会使写即个物吼。好，电腕，好，以后就读电腕吼。孔子碑啦，主要是要记即寡汉字的即个音啦吼。虽然伫生活中根本用袂着吼。伫本国个最后一天，伫楚地公司的电腕举行，迄是因为我即马读的是华语版吼，伊用着汉字，我就只好摕来念吼。就若敢若你伫咧日语内底，你有一寡汉字，其实你嘛伫不管是伫华语还是伫台语，绝对用袂着的吼。迄寡汉字根本就平常时伫生活中用袂着迄种汉字，但是你为着要读，你只好去查看觅迄字伫咧华语是安怎读，伫咧台语是安怎读。你袂惯势讲佮直接用日语去读伊嘛吼，所以我直接我无爱读庭院嘛，我读电腕吼，我无爱佮用华语去读伊吼。伫本国为虾米我定定孔子碑是即个，就是安尼头，就是方便啦吼。伫本国个最后一天，伫楚地公司的电腕举行，将大告示通告讲，任何人拢不得伫死仔人无情愿的情形之下，使用因的牛车甲牛只吼，就是袂使公告讲啦吼，死仔人我互你征用，使用因的牛车甲牛吼，你都袂使用，都袂使硬强啦吼。因为因对这有咧斗讲这代志吼，违反者将会甲伊训戒吼，训戒吼，读应该读训戒吼，训练的训吼，训戒。税务办公室甲票据业务将来爱由商务员达曼斯和下设商务员 Jan van Mechelen 两人来负责吼。税务啦，和票据啦，后壁即个下设商务员下底有注脚，讲 Johannes van Mechelen 是海牙的人吼，1645年以海军见习生。我看到海牙想要讲啥代志，要紧，等咱读个了再来讲吼。1645年以海军见习生坐 Middelburg 号出国。1646年伫佛罗摩萨做学校教师。1652年升任下设商务员。1654年4月，伊即个官阶伫税务处工作。1656年就是嘛，即篇讲吼，伫税务办公室吼。1656年伫右号的仓库工作。1657年伫海关吼。做事吼，拄则讲海牙吼，海牙我嘛毋知影原文安怎写啦吼，我查一下吼，荷兰文嘛吼，荷兰文海牙，伊基必科写做 Den Haag 吼 ，Haag 吼 ，Haag， 荷兰语 Den Haag。发音是安尼。Den Haag。当地人又佫称做，我袂晓念吼，太长诶。Slavenhagen 吼。好，我要讲啥物呢？我要讲诶是，我要讲的是最近，毋是最近啦吼，前一阵仔顶几个月前，台南我看台南有一个所在，用一个公的名叫做啥物？哎呀，我因为伊用翻译名，我用音译吼，所以我毋知影要安怎翻。即啥物啊？有人知影无？伫台南一个公园，伊用迄个翻译名。但是是用华语读音哦，吼，你用台语读袂出来哦。用台语读袂，就含原文完全无意思吼，完全连袂起来吼。我看觅啊，我若用海牙公园会使袂？当然伊毋是叫做海牙公园吼，迄就是吼，
这就是即寡认为家己足厉害的即寡人吼。想讲我要脱脂吼，结果足脂非常之脂吼。好，叫做哈赫拿尔森林公园吼。好来，我的片段看吼，直接用 Google 这吼，我用海艺公园台南去查啦吼。Google 就直接小我看讲哈赫拿尔森林公园，我为什么读华语？因为你就爱用学华语，它因为就是用华语音去翻的嘛吼。哈赫拿尔森林公园是2024年11月才开放，所以我讲顶几个月前，我都已经半年，超过半年了。是2024年11月才开放的上新的台南公园，地点就伫咧体育公园边仔的德溪畔吼，就是德溪边仔吼，德溪可能是迄条溪啦吼。而公园号名叫做哈赫拿尔森林吼。你若用，我毋知这用荷兰文去读安怎读法吼？拜托一个啊 ，Google Translator 甲咱斗相共者。荷兰文啊，荷兰文伫倒位啊？哦，这啥歹啊？这摆法我看无，这是安怎摆？哦，伊 ABC 吼 H， 啊，荷兰是 Dutch， 啊是 Dutch， 好，用 Find Ctrl F，Command F， 我直接用甲打进去就好啊。荷兰文，伊家己精切吼。好来。Hagenaarsbos， 叫做 Hagenaars， Hagenaarsbos， 哈赫拿尔公园嘛哈。OK， 公园命名哈，哈赫拿尔森林哈 ，Hagenaars-Bos， 会当追溯到17世纪新像那荷兰文的名叫做就是哈肯纳，就是原文的意思是海艺人的森林吼，海艺人的树林就对啦吼，bush 吼，海艺人的树林，所以叫做哈肯纳尔，哈赫拿尔。啊，其实呢，哈赫拿尔就是海艺嘛，你是装啥物痟的？你哈赫拿尔是啥物人看？当然袂要紧啦，就看的就有迄个要哪讲时髦感吼，看安尼敢若真有流行感吼。问题是你就是迄个哈赫拿尔就是海艺啊，你为啥毋用海艺？你就硬要用一个华语的音，我就想无，真正想无吼。海艺你就用台语念嘛是足接近的，当然是音有较早，因为 G 是艺是迄种，咱想讲即个 G 的发音是歌嘛吼，但是伊其实伫个荷兰文是呵啦吼，所以哈赫纳尔吼。后来我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这，我就规巴肚无啥爽快，就是讲，即寡人因为讲哦，我要脱脂，哦，我即个所在较早荷兰人伫遮吼有留一个名叫做海艺人的树林吼，我着要甲用荷兰时代的名来用，啊，你着用荷兰时代着用海艺人的树林，随在你安尼好嘛会使，你着硬要来一个哈赫拿尔森林公园。来讲啊，转来念咱的日子吼。好啦，4月初8，拜三。脱脂毋是安尼脱发的啦啊！各位华语朋友们啊，4月初8拜三吼，乌阴天以外拢算好天，有冷风继续对北方吹来吼。我定来讲脱脂，其实脱
脱脂是足痛苦诶代志吼。我讲痛苦真正是毋是遮辛苦诶吼，遮快活诶空气吼。脱脂是一种，甚至你爱排一寡，爱排一个足重诶十字架，知无？迄个罪就敢若足重诶罪排伫身躯顶。你要哪敢若大家所攻击诶，什物背祖，什物数典忘祖，拢总爱排起来，即拢爱排起来，你才做会到脱脂啦。讲实在吼，好啦，讲听无都袂要紧啦，准煞。4月9号拜四吼，天气大部分如同昨昏。今仔日有9只胖船对西南沿海顺利来遮入港，遭463个查甫甲11个查某，再来2167包西南的薰草，8袋红米，28担日本的薰草，125担盐，8捆粗纸，62支条仔，542捆茶棒，10000袋虾。吼。我看下时间，10:08，因为后一篇落长吼，我今日读袂了，应该会使吼。4月初10，拜五，阴冷的天气，寒风强烈继续对北方吹来吼，4月啦吼，阁小可冷的天气。即种天气，差不多是继续要持续，要规暗吼。连续规暗就对了吼。迄个西南人就是广东人，叫做丁瓜。伫个1653年，以翻译员身份和商务员 Frederick Shadle 对遮去广州，下倒有注脚第一条，迄是文件编号，所以咱继续对遐即两个人吼。丁官甲 Frederick Shadle 商务员对遐同齐去巴达维亚，后来又搁巴达维亚对巴达维亚和德塞叫做 Zacharias Wagener 吼，拄则是哈根纳嘛吼，这是 Wagener 吼，差一个头一字字母无共尔吼。Wagener 其实伫荷兰语敢若头做 Wagener 吼，我记诶较早个早个吼 ，V 甲 W 是共音吼。德塞 Zacharias Wagener 和上述即个 Shadle 去广州，就是后来又搁对巴达维亚和即个德塞和迄个 Shadle 去广州来替因咧做翻译吼，迄个丁官伫因诶船航离开广州诶时阵，家己留伫广州。昨暗，伊坐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像今年3月17号本日记所记载，伊的内批所申诉的安尼，伊咧斗讲，德塞、瓦亨纳尔和伊的人必须爱伫贸易交涉上拢无收获，吼，即啥物意思？必须爱拢无收获，甚至连派人去遐交易承诺拢无取得的情况之下，出领船只对广州航回巴达维亚。注脚第二讲参阅Shadle 对台湾航空广州途中伫快艇 Bruivis 号顶头所写日记的抄本。是巴达维亚1653年5月9号吼，即个瓦罕纳尔交予总督梅苏耶克的报告，关系到伊坐快艇 Shelvis 号和 Bruivis 号去广州交涉商务之事，就是文件编号啦，就讲你若要看这代志，就来查这两篇啦吼。但是伊咧斗啥我咧看无吼，伊讲德塞含伊人必须伫贸易交涉上无收获，甚至派人去伫遐交易的承诺拢无取得的情况之下，就顺领船只对广州航回巴达维亚。
算啥？来无张弛，去无小时啦吼，意思可能是安尼啦吼。我毋知啦，我看伊毋知咧翻译啥，看无啥，但我连华语看各位听有无吼。特使法赫纳尔和他的人必须在贸易交涉上毫无收获，甚至连派人在那里交易的承诺都没有取得的情况下，率领船只从广州航回巴达维亚。他这样抱怨，那就是抱怨啊。我看无，为着要搁较公开这件事，这个丁瓜现在搁交一份澳门一个马卡奥的葡萄牙人用中文写互塔坦国王的陈情书，互阮，就写互大清皇帝的陈情书啦，吼，互阮看吼。该陈情书完全的诽谤中伤吼，一个抹黑荷兰人，头前佫一个污蔑吼，污蔑我袂晓读吼。我查一下即个灭哩，灭哩应该是读做灭吧。灭就是读做灭吼 ，B-I-A-T 吼，灭。灭是包骹的布的意思吼，无别的意思啊，就是甲包骹的布或者是袜啊吼，袜子。我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即个汉字有用到，有灭吼。大理大书店收即个汉字，但是音是读做木。B-A-U-H 木第八声吼，就是轻视侮辱、冒写吼，冒写人真忝吼，或者是冒刷、冒写、冒刷拢会使。冒刷是冒刷，例词是冒刷伊无才调吼，冒写、冒刷、冒写就蔑视嘛，冒写吼。但是是大理大书店用迄个。汉字是用迄个日食迄个食吼，冒写吼，蔑视吼。这里污呢？污应该是就是读污还是污吧？污啦吼，歹势。查毋对去，查去大理大书店。读做目污污吼，污因为污所以读污染嘛吼，变第二声吼，第三声变第二声，污吼目。该陈情书完全伫诽谤中伤、污蔑抹黑荷兰人吼，或者搁较适当来讲，就是荷兰的国民吼。毋是荷兰人尔，荷兰国民吼，用即个方法阻碍尊贵的公司伫广州的贸易，并且互荷兰人伫遐被认为是可疑的人，袂当信任的人。即个详情会当自下面翻译做荷兰文的迄张陈情书来看会出来。咱来看卖啊，即张陈情书是应该有甲即个代志吼。故事自头讲到尾，咱来看卖吼，无怪遮尔长吼。好，来，标题是一份葡萄牙人停保塔坦国王的中文陈情书的荷文翻译。注脚第3，讲所翻译的葡萄牙文的内容收录伫荷兰遮城日志 VOC 1206-397到399页。好来，咱来看内文吼，15分钟、14分钟应该看会了吼。荷兰的国民像虎遐尔啊本性凶恶哦，你看真正抹黑啦，真正无客气啦，头一句就甲你抹黑，就甲你中伤啦吼。荷兰的国民像虎吼，伊些老虎吼，像虎遐尔啊本性凶恶。以早阮互因诚做基督徒，这是写啥物啊？哪有是阮互因诚做基督徒？这只应该有啥物所在写毋对吼？但是含阮斗阵一段时间了后，因就无搁听从阮。
因此国王震怒，怒就是愤怒啦，生气啦，因此国王大生气，要处罚因。我著爱小摇一下这翻译是咧翻译啥意思？以早阮互伊诚做基督徒，但是含阮斗阵一段时间，因就无搁听从阮，因此国王大生气，要处罚因。但是因逃往海上去了。以前阮互因诚做，以前我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这是啥物意思啊？你看无吼？好，反正就是讲即寡人吼。人国王要处罚伊，结果因就落跑去海上。因留伫咧阮的沿海一带夺取几只阮的船，就用伊武装起来，并且开始咧贸易即只阮是指葡萄牙人啦所以夺取几只阮的船，就来武装起来，并且开始咧贸易。以早荷兰人也捌率领20只船只2摆，试图要去夺取淡水的要塞，这是淡水吧？TAMSJEUW 但是无翻啊，所以我毋知但是被官员一关该烧毁坏其中的11只因荷兰人20只船，结果11只被一竿甲伊烧掉，杀死无数个人，并且活掠40个人，送去国王遐受审。对，注卡第4，咱来看这是啥物代志。第4讲，这段可能是指长官 Hans Putmans 伫1633年率领军舰去封锁对沿海漳州河一直到南澳的西南沿海这站代志。这应该咱较早捌读过1633年8月31号，伫指挥官 William Jacobs Coster 指挥之下去淡州伊即只有用汉语名括号写讲是东山，讲指挥下去东山遐去遐起山，最后田志良的篷船突破了封锁，击拍败公司的舰队1633年10月22号，伫金门的辽乐湾之役参阅日兰遮城日志1629到1641年。好，这我会读啊，我会念啊，人个就是啥物日志，当时甲当时就是啥物总督一般报告当对一工你能可能出去查这就对了后壁括号应该是偏执写讲按按就是换手迄个按数迄个正文咧描述的即场战役看起来毋是指1633年的即场而是指1622到1623雷尔松雷尼雄当然这翻译应该是用华语音去翻的雷尔松率领舰队去攻打漳州沿海迄场战役但是我无印象咱应该无读到啦，因为这名我无啥印象。淡水潭收即漳州的可能性较大拢你摇，然后这荷兰文写的嘛，你音佫走去所以大家拢用摇的好啦，你有机会你去现荷兰文，你再摇看觅看你摇会变较准袂讲以早荷兰人也捌率领20只船只2摆试图要去夺取淡水的即个要塞，但是被官员一竿烧歹其中的11只，杀死无数个人，活掠40人，送去国王遐受审。迄战事以后，因就毋敢搁去遐掠私成贿赂。以后因搁再一次率领18只船，想要去夺取乌基亚乌的要塞。即乌基亚乌，这是日本的地名即个代志，互阮甲该要塞长官讲，该长官就通知阮，会当将因对遐赶走。因被阮赶走了后，就对遐项王好提安内
互伫安内，毋知啥物所在。官吏叫做军门啦后壁有字有挂号写汉字军门。官吏军门请求允准伫遐贸易伊是写职业啦临职迄个职品质迄个职，是啥物意思？是拍毋着字还是安怎？但是倒有注卡第5，我看嘛。讲好伫安内，毋知是伫咧新仔啥物所在，无定即个职军门所驻留迄个所在，福州啦可能是福州好伫安内。案后壁案括号案讲洪家英先生啦指出讲，此地就是虎头门虎伫安内讲可能是虎头门。我是读对倒去啊？应该是我本来想讲即个职业是啥物特别啥物意思，毋是啦就官吏军门请求允准伫遐贸易啦即个字拍毋着。因的请求被上述的军门拒绝了后，就用大炮轰击该要塞，这是正所周知之事。意思讲，你荷兰人足要安怎讲恶霸啦足恶劣的一寡人大家拢知。荷兰人看到因伫西南沿海无法度处置贸易的地方了后，因为我一直感觉这应该是你指讲因去占即个澳门占无成啊。好 ，OK。荷兰人看到因伫西南沿海无法度处置贸易的地方所在了后，就去江南的国王请求允准伫遐交易，会倒注卡第6。关系到拍开注卡第6来读者关系到拍开江南的贸易参阅。The 快艇 Brewers 号甲 Sloterdijk 号航王江南的航海日记江南国王写予伫巴达维亚总督的批这等等注卡第6荷兰佫继续读咧荷兰人看到因伫咧西南沿海无法度处置贸易的所在了后，就去江南的国王请求允准伫遐交易。因伫遐贵种真侪礼物，贵种我是毋是读毋对去啊？馈赠即个馈，我记得藏较早过呢，今仔日佫袂记啊。对贵种因伫遐贵种真侪礼物，则核准伫遐居留交易2年。居留啦就会当留踮遐啦因伫遐期间，定定违反国王的命令，严重到也被对遐赶走。以后，因就伫曼内加维人和坎保利亚请求通商，但是因一知影讲因是荷兰人，就该拒绝。后来，荷兰人用真大的礼物伫 Java 和台湾请求允准因踮遐住，并且当作朋友来看待。因允准因胡诺就是许诺啦，胡诺孔子辈因答应讲会伫咧缴纳应对的租金因即个请求得到允准，并且签订契约。伫迄个期间，荷兰人伫即个2个所在拢建造因的要塞。拆回契约，即嘛正做即2个地方的主人咯。一个是台湾嘛，一个是 Java 嘛，就印尼嘛即2个地方的原住民无法度收复因的所在，因为因力量太薄弱讲即个台湾甲印尼头前有讲讲用真大的礼物请求会当带踮咧 Java 甲台湾敢有我毋知啦因为我毋捌看过讲因是用
部落的方式去处理台湾的部落会记啊，贿赂啊，是部落的，我不啥记啊。来，我路 LOU 第7声。爱用汉字啦吼，古即个路字，一堆路吼，一堆道路的路，路。好，沿路、下路、西路。用外口卡甲路字，用路、下路、回路、埔路吼，有埔路吼，西路吼，埔路。我昨昏要困之前，我听台语圣经吼，台语圣经有一个妇人人吼，伊做功德啦吼，就是伊当阵免钱退，毋知是退4万还是退念即个台语圣经吼，几本的哦，一个妇人人，伊的声音小可变哪讲？沙哑是安怎？大概小可烧声啦吼。部落，所以小可有学啊，我咧摇吼。我就昨昏都听伊讲部落，敢若是伫萨姆尼记部落。剩1分钟，结果我读袂了，即个陈情书读无了。我感觉读到倒位啊？好，讲读到荷兰人吼，用部落的手段吼，处理即个印尼甲台湾嘛吼 ，Java 甲台湾嘛吼。所以当地的即个原住民无法度来收复因的地方吼，因的所在，因为因的力量太薄弱，离荷兰人太强，而且如众所周知，因还阁爱承受荷兰人真沉重的命令甲负担吼。对即个荷兰人，对葡萄牙人的角度来看，荷兰人吼，即个叫啥？华语一个词语啊，苛捐杂税吼，迄个啥物重负，我煞袂记得，意思用足重的即个税啦，收足重的税啦吼。苛捐杂费吼，我袂记啊吼，袂记，久无用华语啊。好啦，即个葡萄牙人的控诉吼，佮落长的后壁佮足侪吼。那我照这读我后悔，可能读半点钟才读得了。好，咱读到遮啦吼，或者就是荷兰人讲的，讲即个葡萄牙人甲因重伤诽谤吼，污蔑吼。好，来，咱后一回再佮继续来读吼，4月10号，即个陈情书。好，留较遮热闹咯。感谢各位，因为最近故事性较侪啦，所以听起来较趣味啦吼。我看一下，对，笔记吼，善读家业吼，家业清理家业吼，家业利器吼，家业各位学起来哈。交易是另外一种讲，买才叫做交易吼。好，安尼到遮，关房吼，感谢各位。今仔日拜四啊吼，我遮拜四，所以
咱休困安尼。咱即礼拜即个出时线吼，因为我有代志我请假吼，所以即礼拜日的出时线咱嘛相款无法度通上课吼。后礼拜再来读出时线。好，到遮吼，感谢各位。多谢关，多谢大家。关房。